真正優質嘅職務系統就係識得賣生意、賣生活、賣人生。present 一盤生意係最基本嘅。喺市場上有啲咩人，有啲咩需要，跟住有啲咩產品，跟住咩流量、咩回報，你跟住有咩配套。Go-to 要識得 present 嘅就係唔同人佢嘅生活軌跡。客觀上有啲咩要面對，主觀上有啲咩嘅需求，而係要做好一個配對。每一個個案都係獨一無二嘅，係咪？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動機，會有佢嘅特性、強項而來噶嘛。所以你第三個要掌握嘅就係人性。現實上，你同佢幾多個人交流過、分享過，你對人嘅了解速度有幾高？做好生意。第二，掌握唔同人生階段嘅生活。第三，就每個人佢自己嘅價值觀、動機、追求有更深入嘅了解。糅合咗呢三樣嘢就係一個優質嘅招募啦。一個人入唔入嚟，知道佢入咗嚟之後有冇好下場，係源於咩？就係你同佢一開波傾嗰陣，你有冇就住3個元素都有打好個根基。